各位粉絲、各位朋友，歡迎大家嚟到佛在星雲呢一個頻道啊！嗱，今日咧我好高興咧，又有時間咧為大家咧演繹咧星雲大師嘅著作啊！大家如果唔知道星雲大師係邊位咧，咁你就上網抄一抄，網上有好多佢嘅視頻喺度噶啦。呢位聖賢大師亦都係我人生嘅一個大偶像嚟噶，冇咗佢咧，我根本就唔會有今日嘅。咁所以咧，我係好希望咧能夠演繹佢嘅著作裏邊所講嘅人生大道理咧，為大家咧演繹一番。咁亦都希望咧大家聽咗之後咧，能夠領略到一啲人生嘅道理啦。藉此咧，如果能夠幫助到你嘅話咧，咁我就非常感恩啦。好，咁今次咧為大家講乜嘢咧？嗱，現今社會啦，好多時無論商業，因為我哋香港係商業嘅社會啦，好多時咧。喺社會上咧就會遇到好多生意嘅所謂嘅對頭啦，甚至乎你打工啦，喺大公司裏邊咧，成日都會遇到一啲咧同事之間啦、上司之間啦、下屬之間啦，對你咧硬係咧會有啲不是嘅，甚至乎咧好似我哋做公眾人物都好啦，經常咧都會無端端咧去受人攻擊嘅。咁大家主要明白到咧咩叫做化敵為友嘅話咧？咁呢一個道理咧，就能夠令到你咧非常之可以釋懷啊！你所諗嘅方法㗎啦。咁好啦，嗱，咁今次咧我就為大家演繹咧星雲大師嘅書本裏邊所講嘅題目叫做化敵為友。好，開始啦。嗱，佢就咁講啦。佢話吾人咧喺社會上，即係吾人，即係我哋啦，喺社會上咧有朋友，亦都有敵人嘅。佢話敵人咧唔一定係戰場上嘅兩軍對陣嘅叫做為之敵人嘅。佢話呢敵人咧殺得你死我活啊，呢啲先叫敵人，唔係㗎。商場咧有商場嘅敵人，同行咧有同行嘅冤家，利益有利益裏邊嘅對手。正所謂咧同行咧就相妒啊，文人咧就相輕。咩叫同行相妒咧？即係話大家同行啦，你又妒忌我，我又妒忌你。你又覺得對方揾得錢多過你，佢又覺得你咧爭咗佢生意，就叫做同行相妒啦。咩叫做文人相輕咧？個意思就係話咧，文人啊好多時就係話做一啲寫作啊各方面啊，即係文職嘅工作嘅咧，就會互相輕視啊，即係藐視對方。嗱，佢個講嘅咧就係意思就係話咧，呢啲經常性咧都會發生㗎。佢話好啦，敵人咧。就唔係以消滅佢咧為最高嘅手段嚟嘅。喺戰場上邊最高嘅戰術咧就係不戰而屈人之兵啊！咩叫做不戰而屈人之兵咧？其實就話諗啲計仔或者諗啲方法，能夠令到對方唔好成為你嘅敵人，最好就能夠成為你嘅朋友啦。咁解啊？好啦，咁樣咧先至為之上策嘅。我話甚至乎咧，對於一啲兇狼頑強嘅敵人咧，能夠用感化，只要對方認錯，咁咧就不必要咧再置佢於死地嘅。咁佢講翻啲歷史啦嚇呢度，佢話好啦，嗱呢個係歷史人物嚟㗎，講翻佢話好啦，三國時代啊，阿張飛義釋嚴顏啊，嗱大家上網抄翻下義釋嚴顏呢個古仔啊，佢話呢一種咧係化敵為友嘅事蹟嚟嘅，成為歷史上嘅佳話。佢話諸葛亮咧就七擒呢個孟獲，一次咧又一次咁釋放佢，為嘅係乜嘢咧？為嘅係化敵為友啊！佢話齊桓公咧將敵對嘅管仲咧待佢如上賓，咁咧所以能夠咧九合諸侯啊，即係將啲諸侯咧合埋一齊，一統天下嘅。其實呢啲所謂嘅歷史咧，就係講俾大家聽咧。歷史上咧有好多嘅故事咧，其實咧當佢遇到敵人又好，遇到一啲對手都好啦，唔一定咧係要消滅佢、毀滅佢，甚至做一啲過激嘅行為嘅。只要我哋想辦法能夠令佢化敵為友嘅咧，就係一個上上之策啦。好啦，跟住佢就話咯，能幹嘅人咧，就對於敵人咧唔單止咧唔會消滅佢，反而咧係培養佢啊，成為咧激勵自己上進成長嘅對手添。佢話例如啦，英國嘅保守黨啊，執政嘅時候咧，最怕咧就係工黨咧失去咗在野制衡嘅功能。佢話工黨嘅執政咧，亦都係最掛念保守黨嘅沒落喎。即係大家咧，你又
喺度諗對方，我又諗你，但係咧互相對衡。佢話因此咧，各自咧就無百般嘅培養對方，成為咧競爭嘅對手。佢話培根說啦，培根說係一本書嚟㗎。培根說咧就話冇情人就會好寂寞嘅。佢話冇敵人咧，亦都係寂寞嘅喎。佢話此言咧就誠不虛也，即係呢個世界咧就永遠都係㗎啦。當你嘅一個人咧好孤立嘅時候，你係全世界第一咧，你會感到好寂寞嘅意思。佢話好啦，人咧所以會成為敵人咧，有好多種嘅原因㗎。佢話有啲咧就家仇國恨啦，有啲咧就係利益嘅衝突啦，有啲咧就係思想嘅理念唔同啦。佢話有啲咧因為咧故氣憤不平啊，即係大家拗氣啊，甚至咧朋友之間咧有時咧誤會咧，亦都會反目成仇嘅，或者咧係對方咧傷咗自己嘅尊嚴，又或者咧因為受到他人嘅侮辱啊，亦都會咧發誓咧與之為敵嘅。即係呢啲咧就解釋翻咧我哋普通凡人咧點解會突然間多咗朋友，又或者點解會突然間產生好多敵人咧？就係因為種種事情嘅發生咧，令到你嘅敵人會增加咗嘅。佢話啦，基督教都講咧愛你嘅仇敵啊，佛教講咧就冤親平等啊。冤親咧即係冤業啊、冤債啊呢啲，即係你所唔中意嘅人啊。佢話其實咧人生最大嘅敵人咧都係自己啫。哇！呢就犀利啦嚇。病痛咧係自己最大嘅敵人。煩惱咧，亦都係自己嘅敵人。疾病咧，雖然係敵人，但係咧要醫治佢，甚至乎咧與病為友。佢煩惱咧，雖然係敵人，但係咧我哋都要面對佢，更加要咧轉煩惱為菩提啊，唔係轉煩惱為菩提，即係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個菩提啊。好啦，佢話敵人咧可以提醒我哋咧要自己謹慎，預防精準。如果冇咗敵人咧，就會鬆懈㗎啦。佢話古代咧好多武功高強嘅俠客咧，都係遺憾自己冇對手，甚至咧籃球場上邊咧兩隊嘅競技啊，亦都必須咧感謝咧競賽嘅對方。如果冇咗對方咧，球賽咧就唔能夠開打㗎啦。咁佢話拳擊賽開始嘅時候咧，選手咧就要互相鞠躬嘅致意。勝敗分曉咗之後咧，仲要握手言和。佢話例如啦，美國總統咧大選揭曉之後咧，當選者咧第一件事咧就係要致電感謝咧落選嘅一方。所以咧敵友咧只是政見嘅唔同啫，並唔係一定咧要個你死我活嘅。哇！呢啲大道理咧，真係越講咧講到我哋咧真係越係要諗下究竟佢講乜嘢㗎。好啦，佢跟住再話。佢話：如果咧冇外患，咁內部嘅鬥爭咧，內部嘅鬥爭咧就更加可怕啦。有敵人嘅存在咧，就必須咧自己振作進步，否則咧就會被淘汰啦。佢話外交上邊咧有一句説話咧就係話啦，國際間咧係冇永遠嘅朋友，亦都冇永遠嘅敵人嘅。咁係啊，嗱，大家睇下歷史啊，嗱，喺我哋無論我哋中國啦，我哋香港啦，或者世界各地嘅歷史裏邊咧，好多年前，但係互相咧，你又打我，我又打你，你又轟炸我，我又轟炸你，大家死傷無數嘅。咁到咗今時今日嘅咧，大家變成一個聯盟嘅國家，互相經濟貿易蓬勃，亦都表皆是㗎，係咪？嗱，佢意思就係咁樣啦。佢話人與人之間咧，有時候咧朋友咧可以成為敵人，有時候咧敵人咧亦都可以成為朋友喎。佢話就睇下我哋咧對人嘅態度嘅睇法係點樣嘅啫。佢話然而咧朋友咧可以咧係永久嘅朋友，敵人咧唔好令佢成為咧你永久嘅敵人喎。凡事咧都能夠化敵為友嘅人咧，必須咧係社會上面嘅能者嚟嘅。嗱，佢呢短我諗都有大約200-300個字到啦，咁就講解咗化敵為友嘅方法，同埋點解要化敵為友。咁呢一樣嘢呢，其實當然啦，我哋讀出嚟嘅時候係非常之簡單嘅，因為佢好簡單嘅文字，冇啲深字喺度嘅。但係如果你能夠參透個中嘅道理嘅話咧，呢一個就真係人生嘅大道理啦。
我睇咁多星雲大師嘅書啦嚇，大話我都睇咗10幾本嘅啦，全部睇晒，我都未參透到0.01% 咁多嘅嘢。咁希望呢，我哋講咗星雲大師呢啲著作所講嘅嘢之後呢，你哋能夠有所領悟。嗱，不如咁啦，大家呢可以留言，我哋大家一齊呢學習。咁你哋聽咗我講之後，又覺得星雲大師所講嘅嘢，你哋參透到幾多呢？咁我哋可以喺留言區裏邊呢，你哋留言，咁我就希望呢盡量抽時間呢去同大家呢分析一下，好唔好啊？嗱，呢度呢我就已經講完啦，呢個標題化敵為友。咁希望呢大家繼續呢個關注、點讚、收藏同埋轉發啦。喺呢度好多謝大家留意我嘅佛在星雲。咁好啦，呢度講到呢度啦。嗱，同大家講聲拜拜啦，拜拜。